彼得前书第2章第4甲第10节，伊是外招，互人弃杀，但是互上帝拣选叮当，恁就归伊，也亲像外招，去做神灵的厝，做神的祭司班，来献神灵的祭，对耶稣基督会互上帝欢喜接纳的。因为圣经有记载讲，看我用所拣选的、所叮当的厝角头，要紧会招下你会顺承，信伊的人不得见效。安尼，迄个宝贵是归你认信的人。若是你遐个无信的人，就起厝的师傅所起选的石，诚做厝角的石头。石，又搁做跋倒人的石，爱着人的石盘，因无顺坦道理来跋倒，回家安尼是本定着的，独独恁是拣选的石，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去美妙的光的好德，恁前毋是百姓，但是上帝的百姓，真无受怜悯，但有得到怜悯。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红楼梦》这是中国出名4大小说其中的一本，这本册。伊原本的名叫做《石头记》，石头记，伊是咧讲即块石头的故事。即块石头伫伊生活故事中间，女娲娘娘伫补天的气角的时阵，所留落来一块原石，后来到伫人间，成做一块通灵宝玉、通灵宝玉。那即块石头影响一个人，就是规本册的主角。贾宝玉一生的命运，这块石头会通有真侪故事通讲。拍算伫你一生中间，你伫较捌看过真侪奇奇怪怪的石头。咱若对石头要较了解，咱通请教李文礼兄弟，伊专门咧研究石头的吼，地质学吼。那一寡较水的石头，咱家称作是宝玉。拍算伫一生中间。你嘛捌买过宝玉，也是捌有人送你宝玉。我家己有一块宝玉，我家叫做翠玉。石头也常常出现伫圣经的故事内面。一只甲石头有关的人是一个人，伊的名叫做彼得。当耶稣呼召彼得来跟对伊的时阵，对伊讲。你是约翰的囝西门，你要称作基法。基法是阿兰文，但伊希腊文的翻译叫做 Petros， 两个意思拢共款，就是石头，也是石盘。耶稣甲彼得号这个名，可见是对着这个彼得有真深的期待，也是对着伊一个应允。有一天，伊要成做教会的一个调节。有伫一届重要信仰个别的中学内面，彼得对着耶稣讲：“你就是基督，你是永远上帝的囝。”耶稣听了后，对彼得安尼讲：“西门伯雍拿，你是有福气，因为这毋是有血气的来指示你，是我伫天灵的爸来指示你。我搁甲你讲，你就是彼得，伫这个石盘顶，我要起造我的教会。”淫妇的关爱袂赢伊，我要用天国的锁匙予你。既然你伫地人绑个，伫天人也要绑伊；既然你伫地人所绑个，伫天人也要绑伊。彼得虽望捌3届无认主，成做伊一生中间正大的污点，总是对整个教会历史来甲伊看，咱通讲瑕不掩瑜，就是讲伊的缺点袂通。暗砍伊所有这优点，咱通知
彼得对着初代教会讲言，实在是无法度去度灭。但彼得因为伊的名甲石头有关联，所以伊对石头的确有真侪的感觉，也有真侪的想法，所以伊也用石头来做比喻。伫今仔日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彼得讲到真侪无共款的石头，但是拢咧指着耶稣基督甲基督徒。伊将耶稣基督比如成做一块瓦石，成做一块器石，成做一块絆倒人的石头，绊脚的石头，互人绊倒的石盘，也会将伊改比如成做一块宝贵的触角石。但将耶稣基督比如成做石头，这是不止大胆的一个比喻，因为当咱第一届听到石头的时阵，咱会感觉石头并无有生命，敢讨用伊来比喻人，敢会通用伊来比喻上帝。不过，如果咱若非常熟悉圣经，咱不得不同意，彼得这款的比喻实在非常的适当。伫旧约圣经中间，先知常常用石头来比喻上帝。申命记第32章第4节安尼讲：伊是石盘，伊所做的拢是完全，伊的路拢是公平，是真实的上帝，无有不义，伊是公义佮正直。这是用石头、用石盘来描写上帝。诗人大卫伫个诗篇中间，伊咧上帝祈祷的时阵，伊安尼讲：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我的心所想的，拢伫你面前通得到接纳。当以色列百姓伫旷野咧流浪，因喙非常的喙焦，无水通啉。上帝吩咐摩西来拍石盘，这个拍石盘了后，就流出水，然后或者百姓伫旷野喙焦的时阵有水通好啉。保罗先生将这段故事做一个灵性的解说，伊讲这个水就是灵的水，灵水或者是灵的饮料。若是这个石盘是灵的石盘，然后伊指出，伫整个这个出埃及的故事中间，拍石盘得到活水，这是咧描写耶稣基督。这个石盘所有表的，就是基督。耶稣是活石。当讲耶稣是活石的时阵，活这个字是要凸显耶稣基督，伊是永活上帝的囝，伊有完全的生性，所以是永活的。啊个耶稣伊道成肉身，成做人的款式，伊伫十字架顶为着人的罪来死，上时第三日对死个活，用生命赢过死亡，所以伊成做活命的主。无论是伊本质是活命，也是伊所行救赎的工，拢是会通带来真实的活命。所以咱称伊是一块活石。咱基督徒咧告别耶稣基督的时阵，咱就通告别耶稣基督是活石，因为耶稣基督毋仅是上帝永活的上帝，也是救赎咱迄个生命正直、上时公义的一块石盘。拄拄亲像摩西拍石盘流出水，来解决以色列百姓无水通啉、喙焦这款的困境。耶稣这块灵的石盘，互人顶实哩个，拍破伊的身躯，流出活水。这个活水就是所应允予咱的圣神。只有圣神会通解除咱灵性生命中间的喙焦。兄弟姊妹，你若喙焦，的确爱啉水。若是你的灵性无平安、无欢喜，你的灵性的生命无真实对上帝来互你的圣神的时阵，你就无法度感觉真实生命得到帮助。但耶稣基督伊成做灵的水，伊所享受的圣神要伫咱的中间来帮助咱，所以主甲咱讲，若照顾我的，就无搁再喙焦。但彼得进一步来讲，耶稣基督毋仅是这个石盘，上时耶稣基督这个石非常的特别。彼得讲，耶稣基督这个石盘，伫神的人是看做宝贵。总是这块石盘，若伫无神的人，伫遐的器皿
即个起厝的师傅中间，伊正做一块受气杀的石，总是即块受气杀的石落尾要正做触角的头底石。但彼得伫即个所在是咧讲到耶稣一生中间伊所经历的代志。耶稣基督即块活石，即块活的石盘，也捌正做互人气杀的石头。伊正做起厝的师傅所气杀的石头。这个所在所讲到起厝的师傅所指的是当初时耶稣迄个时代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遮的文士，捌圣经真饱的人，遮的法利赛人，遵守律法非常严格的人，遮的祭司伫圣殿咧执行所有献祭工作的人，整个当初时，遮犹太宗教的领袖，因将耶稣看做通气杀的一块石头。这起厝的师傅原本会通好好来运用这块活石，将伊正做一块基础，然后来起造更较水、更较好、更较坚固信仰的大楼。总是伫当初时，因毋领无好好善用这块活石，反倒当将伊当做一块气石，将伊来气杀。这宗教领袖活伫因家己宗教的历史传统内底。特别是因咧享受这个宗教体制所予因的权力，总是因的心背逆，无愿意顺探上帝。当听见耶稣基督所传上帝国的信息的时阵，因也无要听，因煞将耶稣基督来定死个。所以耶稣基督这块活石对着遐个气杀伊的人，正做一块盘骹的石，绊脚石。上时正做一块踢个人的石盘。这个宗教领袖甲着军队因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来跋倒，上时跋了真严重。上帝对着无顺探、背逆的宗教领袖所做的审判甲刑罚是非常严厉的。先知以赛亚早早就警告以色列人讲：独独恁着尊探万军的耶和华做圣。伊是恁所着惊、所着论的，伊要做圣所，伊要用着以色列两个家做跋倒人的石、踢个人的石盘，要用耶路撒冷所徛起的百姓做活搭，教着网络，一人要对伫顶面丢搭来跋倒，上时要跋甲嘴糊糊，有的人要受掠，要受网着。信仰有的时阵毋是一平风顺。信仰有的时阵，就爱面对考验。无面对考验，无经过考验的信仰，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信仰，可能是一个表面的一个信仰。就是圣经内面爱咱所得到的信仰，毋是表面的信仰，毋是虚假的信仰，是真实的信仰。路加福音书内面记载，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被设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间济人来跋倒，总是济人要兴起。若是只重视外面的信仰，只重视表面的信仰，你袂堪接耶稣基督对着你的考验，你的跋倒。总是当你若真实倚靠伊，你会通对伊通得到兴起。当这时，这犹太宗教领袖毋也是极力反对耶稣，佮想尽办法要将伊除掉。以色列百姓也军队遮的领袖，同齐咧高呼讲：定伊12个，定伊12个。因硬因的暗棍，因背叛到底，所以落尾因也遭无应该有的报应，甲着刑罚。因所气杀的即块活石，正做盘骹的石，正做互人踢界的一个石盘。耶稣基督即块活石是通敬畏的大石盘。啥物人跋倒伫即块石头顶悬，的确要破糊糊；啥物人互即块石该缀咧伫伊的顶面，的确要缀甲烂糊糊。上帝是怜悯，上帝是疼人，伊愿意怜悯所有的人，总是毋通袂记住，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对着一再犯罪、无真心悔改、上是一再背逆的人，有一日上帝的确要照公义来审判因。所以圣经一直甲咱教示，上帝你就通敬畏，你毋通侮慢上帝，你毋通轻视上帝，特别
毋通轻视上帝互你的救恩。面对上帝将来公义的审判，就亲像希伯来书内面所讲的，咱若忽略，咱若看轻上帝遮尔大的拯救，有啥物人会通得享？就是到伫今仔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对着未少人来讲，犹原是一个判卡石，犹原是一个塌崖的石盘。当最后审判临到的时阵，当你的人生行到落尾的时阵，你是徛起伫即个拯救的石盘顶悬，也是你磕着即个石盘，你来跋倒，也是你互即个石盘，甲你缀甲脆糊糊。对伫无信佮背逆的人，耶稣基督是判卡石，是互人跋倒的石盘。总是对着遐相信的人，真实倚靠伊的人，耶稣是一块宝贵的活石。先知以赛亚老早就已经有言安尼讲，主耶和华安尼讲：看，我要伫锡安放一块石来做地基，是已经经过试验的石，伊要做坚固的地基，要做宝贵的触角石。倚靠伊的人，的确无地高伫见识。耶稣基督是上帝所拣选、所试验、上时所宝贵的一块活石。上帝要用伊来做触角石。这个所在所讲的触角石，甲着上帝的圣殿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咱在耶路撒冷捌起圣殿，这个圣殿就是用石头来起成。所罗门王要起圣殿的时阵，伊下命令，这个工人到伫山顶去掘出搁大地、搁宝贵的石来做圣殿的根基。正做根基的石头，咱家称作触角石。若无触角石，就无法度起造。敢若亲像触角石是人的手所起造伫地面上耶路撒冷的根基，那呢耶稣基督这块活石是上帝要来起造天顶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永远的一个根基。触角石对着起造来讲是非常的要紧，伊是连接两面墙的一个基石。伫古早的建筑内面，触角石有几个重要的特色。第一，触角石是咧起厝的时阵第一块石头，所以伊称作是奠基之石。若无即个奠基之石，就无法度继续来起造。第二，触角石是介完美的一块石头，伊要决定即间厝将来的模样，是所有起造其他的厝石头的一个模样。其他的石头的寸尺，拢着爱照即块触角石的寸尺来决定。触角石的寸尺若非常的正确，那安尼所有这石头也对得正确，所起的厝也变作正确。触角石伊的界线也决定即间厝每一块石头伊的界线。如果触角石若无完全甲着即个地面保持正直，那安尼所起的即间厝就无法度正直。即个触角石若是长方形，那安尼所起的厝将来也是长方形。美国纽约有一间大楼，摩天大楼非常的特别。你甲伊看，伊敢若亲像一个凹斗，所以这间大楼人甲伊称作是凹斗大楼。伫咧起这个大楼时阵，伊盖起头黑的这个地基这个触角石就是亲像凹斗迄个形状，所以落尾起出来这个形状就亲像凹斗同款。第三，这个触角石的确是介坚固的一块石头。因为要承载所有其他起伫顶面的石头。如果触角石伫结构上若有破空，若有缺陷，那安尼整个所起的整个的大楼，有一天会受到牵连，有一天会拄到塌崖，然后有一天甚至会来倒坏。当所罗门王要起造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阵，伊要谦卑伫上帝面前祈祷讲：上帝啊！你敢真正要徛起伫地面上，看天，甲遮的天的天，也阁无法度做你徛起的所在，何况我所起这个小小的圣殿啊！伫旧约圣经中间所讲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以及奠定这个圣殿的触角石，伫上帝救恩的历史中间，伊只不过是一个影，伊只不过是一个有表，伊所要指向的是永远的实体。永远的真体是耶稣基督。
先知以赛亚预言上帝要竞选所宝贵的触角石，要放伫锡安做稳固的地基。所以耶稣教着这宗教领袖在对话的时阵，当知因要将伊气杀的时阵，伊对这宗教领袖安尼讲：恁拆毁这个殿，那我3日要起造伊。伊用这个话来表明，伊拄是先知以赛亚所讲、所预言迄个触角石，上帝本身所要起造的触角石。当咱相信耶稣基督，当咱接受伊的救恩，咱就是甲耶稣基督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咱是甲上帝立约，伫耶稣基督内面。也因为这个立约的缘故，咱的身份也得到改变，咱也成做一块活石。然后上帝要用这个活石来起造天顶圣殿。上帝就是一个起造者，伊要将咱起造伫伊的圣殿顶悬。起造伫耶稣基督这个触角石顶悬，互咱成做伫起造伫这个触角石顶悬所有这活石，然后要将咱三角结连做伙。拄则咱所读马太福音书第16章18节，耶稣讲：我要起造我的教会。教会亲像什么会？教会亲像一个起造物，总是起造，毋是地面上这物质的物件。所起造的，就是每一个真实的信徒。信徒就是上帝要用来起造天顶耶路撒冷的圣殿的一块活石。当每一个人，当你相信主的时阵，你就敢若亲像什么会？你就敢若亲像一粒石头，你对原本罪恶的深坑中间，过甲拉拉撒撒，你感觉家己无路用的一块石头，总是上帝竞选你，将救恩的宝血来洗净你，互你成做一块会当用的活石。会通得到救恩的宝血来洗净你，然后毋也是干那要洗净你，主要用你，主要用你来起造伊家己天顶的圣殿。保罗先生安尼描写一个真实的信徒，伊讲：恁是啥物款的人？讲恁无搁再伫外面做假脚的人，恁是甲遮的圣徒上国，做上帝家来的人，受起造伫遐。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面，耶稣基督伊家己做即个触角石要紧的石，伫伊既然所起造的，拢要甲伊三角联络，点伫主渐渐变成做圣殿。恁也点伫伊三角受起造，成做上帝用伊的神所要徛起的厝。兄弟姊妹，你是互上帝要起造的，你是上帝所要起造。这个永远的圣殿的中间的一块石头，相信像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伊要成做一块，搁再一块的活石，互上帝连接伫耶稣这个触角石顶悬，同齐受起造来成做上帝圣殿。彼得将这个圣殿改称作灵宫、灵经。但教会这座灵宫，甲着旧约的耶路撒冷的圣殿有共的所在。也有无共款的所在，这两个拢是上帝伫地面上所要徛起的所在。不过，两个有非常无共款的所在，用来起造耶路撒冷圣殿，伊是用物质上的建筑物，伊是对山林掘出来石头来起造。若是要来起造教会，这个上帝神所要徛起的一个圣殿，是用耶稣基督伊的宝血所救赎、所洁净的活石。这个活石真特别，就是因是有信心的人，因是通过信心来成做一个形体，因是通过仰望来成做坚固，然后因伫听内面来三角结连。彼得称这个天顶的耶路撒冷，上帝所要起造圣殿，称做灵宫。当彼得咧写这个彼得前书，咱今仔所读这段经文的时阵，伊所写的对象。受迫的对象是一群当初时分散的信徒，因中间袂少的人是对原本徛起伫耶路撒冷、徛起伫犹太地，然后因为宗教的迫害，然后流亡伫当初时五个省份。这五个省份是当初时罗马帝国伫亚洲的5个省：本都、加纳泰、加帕多加、亚细亚，甲着庇提亚。伫这5个罗马帝国的省府内面，这基督徒伫遐咧逃难，
未少信徒因为原本是对耶路撒冷出来，所以因对着耶路撒冷迄个圣殿犹原有真深的印象。所以当彼得甲因讲，你是上帝所要起造圣殿的时阵，到底因安怎来了解？伫当初时初代教会，大家抑搁咧流亡的时阵，抑搁四散伫一个所在的时阵，因安怎去了解彼得所讲，恁是上帝所要起造圣殿？当初时教会无亲像耶路撒冷有遮尔伟大的一个圣殿，嘛无有庄严的祭祀的制度，就无这条件来讲，完全无法度比起伫当初时的犹太宗教。但因要了解彼得所讲的灵宫，因就要用信心的目睭。只有信心的目睭内面，才会通互看去将来因伫这个圣殿中间，因所徛起、所扮演的角色。但彼得指出，教会这座灵宫要比地面上耶路撒冷的圣殿搁较宝贵，因为教会是我的圣殿，伊所用的建材毋是死的石头，是我的石头。搁较重要的是，这个灵宫伊有一块稳固的一个地基石、触角石，就是耶稣基督。当地面上耶路撒冷，咱知伫主后70年已经被毁掉，总是教会到伫今仔日犹原存在。虽然彼得爱遮分散伫5个省份的信徒知影，将要紧的代志，恁拢属伫同一个灵宫。恁中间虽望有济无共款的所在，有人住伫本州，有人住伫即个卡巴多奇亚，无共款的所在，恁有无共款的文化的影响，总是恁有济差异性，但是这无影响恁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合一，因为恁拢起造伫即个触角石顶悬，所以恁落尾会成做一个合一的体。因为恁属伫耶稣基督，所以恁也互相属伫对方。伫耶稣基督内面，同齐来受起造共一座的灵宫，所以通超越伫遮的差异之上。咱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合一，毋是要消除咱有的多样性，也是咱中间的差异性。差异性、多样性，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敢若亲像咱一支手杖，咱若甲伊点开，有5支指头啊，这5支指头啊无白头机，有的长，有的短，有的较粗，有的较幼。总是这5支无共款，有差异、多样，这5支指头啊，会通构成一个手杖。共款，伫一个家庭中间，若是有5个兄弟姊妹，这5个兄弟姊妹的确生了无共款，检测若双胞胎，检测生了较共款，总是犹原有差异。总是这5个兄弟姊妹结连做伙，甲伊的父母就构成一个家庭。增加这个家庭的丰富性，所以多样性甲着差异性非常的要紧。多样性甲差异性要增加咱的丰富性，甲着咱的完整性。基督教的信仰，咱爱记一项事，咱时常讲着合一。合一毋是要反对差异性，毋是要杜灭遮的多样性。咱反对的是遐轻视差异性，要消灭多样性的统一。总是咱伫咱的信仰中间所要追求的是尊重差异性、保留多样性的合一。合一无简单，总是合一毋是无可能。合一要真做有可能，就是爱有疼。若有疼，就有可能合一；若无有疼，莫讲合一。奥古斯丁讲了非常的好，伫介重要的事顶悬爱保持合一，伫次要的事顶悬爱追求自由，然后伫所有的代志顶悬爱有疼心。无论是夫妻的合一，无论是家庭的合一，无论是教会合一、国家的合一，有疼才有可能，无疼莫甲我讲合一。你若无这款的疼心，你讲合一，的确是虚假。基督徒真做受竞选的族类，就迄源来讲，咱是无共款的种族。有人是白人，有人是黑人，有人亲像咱是黄种人。总是对上帝的竞选来看，咱拢已经属伫同一个家族，咱是上帝家来的人。因为上帝的缘故，因为基督的缘故，咱基督徒嘛开始有一个新的身份。除了咱是外籍以外，彼得伫这个所在特别甲咱讲，咱有一个特别的身份。这个特别的身份，伊甲称作金尊的祭司。
咱的台语是该翻做你是王，上时嘛是祭司，就是你是王家的一位祭司。咱在旧约圣经中间非常要紧的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甲着整个的祭司宗教的礼仪，就是有祭司咧服务，伫这个所在来扮演重要角色。总是伫旧约圣经中间，只有利未族亚伦这族的人，因才会通受竞选成做祭司。就是你成做祭司，你嘛通干那伫圣殿中间的圣所来服侍上帝，你袂通进入到伫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当一届伫赎罪日的时阵，才会通行进入到伫至圣所的所在。总是耶稣基督为着咱带来稳定的时代。伫耶稣基督新约这个稳定的时代中间，耶稣基督以这块瓦石，互上帝所拣选，成做天顶耶路撒冷圣殿的触角石，伊也被立做伫圣殿中间的一个大祭司。伊毋是照着亚伦这个血缘的关系来成做祭司，伊是照着麦基洗德来成做大祭司。麦基洗德，咱今仔日无时间通讲，总是咱会通倒去看希伯来书内面所讲的。麦基洗德无老爸、无老母、无族谱、无昔日的起头、无活命的落尾，伊是亲像上帝的囝，应长久之地。属伫耶稣基督的信徒，要起坐伫耶稣基督这块触角石顶悬的每一块石头，也因为耶稣基督缘故，被上帝设立，成做君尊的祭司。成做君尊的祭司，意思是讲，你无搁再受到时间的限制。你随时会通对伫圣所进入到伫帐内内迄个至圣所，你随时会通到伫上帝施恩的宝座进前来祈祷，伫迄个所在来献祭。伫旧约圣经中间，只有一个大祭司会通受膏抹，总是伫新约时代内底，伫稳定的时代内底，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真实相信上帝的基督徒，拢会通受到圣神的膏抹。咱受圣神的洗。伫耶稣基督内面来得到顶头生，甲耶稣基督同做王，也甲耶稣基督同做祭司。但你姊妹毋通袂记住，你若是真实的信徒，你有一个身份，你要扮演这个重要的身份，你是祭司。这是宗教改革内面非常要紧的一个努力。宗教改革内面咧讲到信徒该祭司。这个教义伫新约圣经中间讲了非常的清楚，伫希伯来书内面讲了非常的清楚。总是这个教义伫中古世纪受到暗藏。宗教改革之所以必要，就是要恢复每一位信徒拢是祭司这款的信仰。但亲爱兄弟姊妹，你爱知伫耶稣基督内面，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你得爱好好扮演这个新的身份。你除了是上帝所听的儿女以外，你是会通服侍上帝的一个祭司，你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上帝这位大君王伫耶稣基督内面已经竞选你，上是设立你，成做一个祭司。那成做祭司，咱有要紧的工作，就是爱献祭。当一个君尊的祭司，一个活石，亲像上帝所竞选、所设立的这个活石的祭司，当伊要做什么代志？伊所要献的祭物是虾米款的祭物？毋是死的祭物，是活的灵祭。所以彼得伫这所在讲，咱献上灵祭。这个灵祭包括概无三项：第一，就是献上你的身躯，成做活祭。罗马人书第12章第1节，保罗先生劝勉所有真实的信徒，安尼讲，兄弟啊，所以我用上帝的怜悯来劝恁，献恁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活的。是圣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是恁心神的服侍。要服侍上帝的人，你有心要服侍上帝的人，你就是爱做祭司。你就将你家己本身献上，成做活祭来侍奉伊，这才是上帝所欢喜的。毋是因为你做长老，毋是因为你做牧师，毋是因为你做执事，是因为你欢喜将你本身献上你的身躯，成做活祭，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第二，若是献你的身躯，成做活祭，是献你的嘴唇来讹落上帝。以弗所书第13章第15节讲，所以恁对着耶稣，就常常用讹落做祭来互上帝。咱的嘴唇毋通干那咧祈求上帝，咱的嘴唇也着讹落上帝。
咱毋通干那要求。圣经有甲咱讲，恁求就要互恁，总是毋通伫求中间袂记即感谢，袂记即感谢的罪。咱爱常常用感恩做者献伫上帝的面前。就是咱拄着无如意的代志的时阵，就是咱拄着艰苦心的代志的时阵，你犹原啊献者，献你嘴唇阿罗上帝的者，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第三，恁着行好来做者。独独伫希伯来书第13章16节所讲的，独独恁着行好，甲互相供应，有欠缺的我帮衬伊，然后我行好事来帮衬济人，这个袂通无做。因为这个的罪也是上帝所欢喜的。圣经明明甲咱讲了非常的清楚，上帝所欢喜的是啥物？用你的身躯做罪，用你的嘴唇做罪，然后用你的好所行来做罪。基督徒行好事，这是应该的。基督徒行好事，最重要的一个态度，我毋是行好事来，互我会通得着救，毋是。我行好事是诚做献祭。献祭伫上帝面前来感谢伊对着我的拯救，所以基督徒爱行好事无？的确爱行好事，但是你行好事，毋是要累积你的功德，是你要回应上帝对你听的救赎。但兄弟姊妹，这三项罪拢是耶稣基督伫耶稣基督内面上帝所欢喜的，所以咱借着耶稣基督这位中保来到伫上帝面前，咱会通献这的罪，通互上帝欢喜。咱所做一切代志，包括咱的敬拜，包括咱的献诗，包括咱所做的侍奉，咱爱知影一项事，因为咱是有罪的人，咱真容易，咱的服侍中间互罪所污染。但是当咱真实我过上帝，我过耶稣基督的时阵，伫咱所献这一切代志，虽妄有互罪所污染，总是伊是经过耶稣基督。因为经过耶稣基督，所以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会将保护来掠走、保护，或者一切有罪的会通除掉。直到当咱献伫上帝面前的时阵，伊会通诚做圣洁，上帝所欢喜。当咱献上这的灵祭的时阵，咱就是咧见证天父上帝对咱的怜悯、对咱的疼、对咱的救恩，以保佑伊带领咱脱离原本的黑暗，进入到伫光明的所在。但兄弟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咱这块石头会通记载上帝听的故事。咱这块石头会通成做圣洁的石头。石头，每一块石头拢有伊的故事。但你这块石头有啥物款的故事？石头，每一块石头拢会通有伊的用处。但你这块石头会通做啥物款的路用？如果你这块石头会通用来做起造，当你期待迄个起厝的师傅是啥物人？迄个起厝的师傅是要将你起杀的，还是这个起厝的师傅，伊是要将你当作活石来起造？刚才你家己捌感觉，你是一块宝贵的玉，一块宝贵的石头，总是你受到气杀。当你上到遮的时阵，你毋通伤过伤心，你爱记住，耶稣。伊嘛捌受做气杀，伊嘛捌成做一块气石，总是上帝拣选伊，互伊成做触角石。当你心受的时阵，你也感觉你其实是一粒石头，伫这个绿膏门内底，伫垃圾的所在，无人去注意，像是臭毛毛的一块石头。你若想到这，你也莫伤心，因为上帝若拣选你，伊要将你对绿膏门中间将你挖出来。然后将你洗互清气，用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洁净你，互你对一块亲像死去、臭去、垃圾的石头，会通成做一块圣洁的石头。这是主要互咱的恩典。上时伊要用你来起造天顶耶路撒冷其中的一块活石。当亲爱兄弟姊妹，互咱欢喜上帝对咱的拣选。伊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伊知影安怎将一块朴素的石来雕刻，成做一块宝贵的石。伊亲像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伊知影安怎将咱放伫适当的所在，互咱会通有份来起造天顶耶路撒冷的圣殿。亲爱兄弟姊妹，毋通袂去真，你是一块石头，总是
你毋是干那一块石头，你是一块活石，上帝所拣选，上帝看做宝贵的一块活石。愿你这块石头会通记载上帝真侪听的故事，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伫你来看，阮就亲像一粒石头。有的时阵，阮亲像一粒顽石，阮的喙硬，阮的心搁较硬，阮的颔棍嘛硬，直到阮常常背逆你。阮是随时会通受气杀的一块石头。阮的生命经历侪侪受气杀的命运，捌互人气杀，捌互朋友气杀。也捌互上帝所气杀，甚至阮也要气杀阮家己。总是你伫耶稣基督内面来竞选阮，互阮活伫即个有罪世界中间，虽望目济济，才会拉三误会，造物济济，才会碰撞、损伤、气甲。总是你有缘定义伫耶稣基督内面来竞选阮，来洁净阮。你看阮做宝贵。你遐尼看重阮，容忍阮甲耶稣基督同做你的儿女，你也互阮会通甲伊同齐来起造你所要永远徛起圣神的圣殿。阮的主诚做阮的触角石，你要互阮会通起造伫伊顶面。天父，阮的上帝，这一切拢是出自你丰盛的恩典，帮助阮对准阮的主耶稣基督，互阮会通甲伊紧紧三角结连。若毋是起造伫即块石盘顶，即块触角石顶悬，阮就无法度成做上帝你的计划中间，你所要起造天顶耶路撒冷即个灵宫的一部分。总是你帮助阮，互阮有份，成做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的心是听的合一，所以你要互所有的活石，拢伫耶稣基督内面，伫听内面，同齐受着起造。主啊，帮助阮，互阮毋也是会通甲你结连。互阮甲阮的兄弟、甲阮的姊妹、甲阮伫 CTPC 所有属伫你的活石，会通彼此三角结连。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拣选阮；阮感谢你，因为你连接阮；阮感谢你，因为你起造阮；阮感谢你，因为你看阮做宝贝。奉耶稣基督触角石的名来祈祷，阿门。我们虽然渺小卑微，可是主你将我们选起。你的慈爱怜悯我们，你大能爱改变我的生命，使今让我们能有歌声赞美你，使你让我们能向你献上自己，使你让我们能称颂你生命，因我们是你拣选的果实。我们虽然渺小卑微，可是主你将我们选起，你的慈爱怜悯我们，你大能爱改变我的生命，使今让我们能歌声赞美你，使你让我们能向你献上自己。是你让我们
即摆要来感谢你，感谢你来成做阮的触角石。主，阮要搁再感谢你，你为着阮献上你的性命，互阮会当成做有福气的人，会当得到安尼的救赎。主，阮要搁再感谢你，赏赐阮所有的一切。哦，主啊，请你加添阮的力量、甲智慧，互阮会当甘心乐意来奉献，因为阮所有的一切原本拢是属于主你的。当即摆阮将面前的金钱，诚做济来奉献互你，愿主你来悦纳，来接纳阮所有淡薄的金钱。主啊，请你也来祝福阮的教会，有即个聪明智慧，将这金钱用伫你有路用的事工顶面，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主啊，求你，互阮每一个人拢诚做你有路用圣洁的活石。安尼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